Hello， 我係 WI。最近幾年唔知係咪頭髮染得多，唔夠分，年紀大定壓力大，頭頂條罅越嚟越明顯啊！特別出咗成日街，P 圖第一下唔係 P 塊面，係要 P 個頭頂啊！每日就係靠呢支乾髮噴霧，等個頭冇咁塌，頭頂條罅先冇咁明顯。不過只係限秋冬天，夏天一出街真係噴喵都冇用啊！因為呢個問題，我都做咗好多資料搜集。不過嚟嚟去去都係嗰啲，用佢哋啲 product 啊，做唔同嘅療程啊，改善下自己飲食習慣，早啲瞓，巴拉巴拉，呢啲我都知啦。我做到每餐健康飲食，每日早瞓，我就去咗深山住咯。睇嚟睇去，好似都冇一種可以即刻解決嘅方法。再睇萬能嘅小紅書，都係一堆唔知真定假嘅，用真髮水會唔會有反效果㗎？用髮際線粉又治標唔治本喎。推薦用唔同嘅洗頭水或者護髮素，好多話好有用嘅都有用過，不過用咗幾次之後頭皮習慣咗，咪又打回原形。見到韓國 SMP 紋髮就撳咗入去睇，因為第一次聽紋髮呢兩個字，我揾咗朋友問，又上網揾下資料。簡單啲嚟講，紋髮就係喺個頭頂上面紋身，係一種半永久嘅增髮方式，費用平過植髮，會有即時濃密頭髮嘅效果。一大堆重複嘅說話，飛過去啦。終於碌到落去睇下有咩缺點啦，要睇下紋髮師嘅手藝，有啲嘢真係要試下先知咩料喎。睇完一大堆缺點，好似都唔係好大嘅缺點，所以我就唔知邊度嚟嘅膽量，就去揾咗個廣州嘅朋友，揀咗間韓國人開嘅鋪頭，佢哋嘅 Taepeonim 都係其中一位紋髮師，膽粗粗去廣州試下紋髮。上一集去完長隆玩之後，就出發去第一次紋髮啦。提前預約咗佢哋。老實講，我揀呢間都係因為個 friend 推薦。不過離地鐵站真係有少遠，唔鍾意行嘅可以考慮下打車。去到樓下可以揾佢哋嘅客服，佢哋會嚟接你嘅。佢哋喺廣州有2間鋪，其中一間喺珠江新城。呢間平時只係會俾 VIP 或者一個女仔過嚟嘅客人，私隱度比較高。最近好鍾意飲嘅手打檸檬茶，大家可以去佢哋嘅小紅書或者 IG 睇下。如果真係有興趣嘅，始終都係有風險嘅嘢，了解多啲會比較好。呢度就係嚟緊會做紋髮療程嘅地方。裏面就淨係得一張床，空間非常寬敞。睇完個場，就去聽下老師嘅意見啦。睇下我個頭頂要點搞。你可以罩上你的頭皮，因為這樣看的話，其實這邊的話也是有一點點稀疏的。對，所以你現在有2個方案，一個就是你可以做你最常用的這條發縫，還有一個就是可以把它全部都做完。然後就可以看你自己選擇。如果你要全部都做完的話呢，就是我們這邊就會有一個Times4的一個選擇。對，就是這個。如果你要做全頭的話，就是推薦這個。但如果你要做最小的那條發縫的話呢，我們就是推薦這個第3類型。但是因為你做最小的那條發縫的話，可能你的邊緣它沒有過渡到的話，到時候就會有一點點尷尬，有點不自然。所以我們這邊最好就是要做就做全部這樣子，對，然後可以給你看一下我們的這些案例，就是差不多就是他們這邊是這樣空的，然後我們做一個，這是做了1到3次就會有一個這種效果，然後你如果3次之後還想要再濃密一點的話呢，我們可以追加到4到5次這樣子，然後是可以贈送您1年1次的補色的，然後就是這些
这个是一个面积比较大一点的，就是常年工作压力太大就会脱发的，它这个就是做了4到5次的。然后它这个的话就是做了一个全头的价格，但是就是给您举一下例子，看一下效果图，对，然后就可以看你自己选择。好，我可以我今天就帮你，你可以看到这个地方吗？对，就这个地方，这后面还蛮明显的，我可以帮你做这里，先做这里，然后这后面的话，下次你来可以再给你做。如果今天时间够的话，就给你做。对，然后的话就是可以看得出来，在这个地方到这个地方都是比较空的一个状态。然后我们做这个发缝的话呢，到时候会给你往两边各延伸1到2 cm 这个样子。然后因为看您这两边的话，也是会有一点点凸的地方。就是如果现在可以给你2个方案，一个是你把就是全头一起做的话是这个第4项，然后还有一个就是你可以只做你现在最常用的这个发缝。然后做这个的话呢，就是你到时候就是偏分一点点啊，也是可以看得到自己，就是也不会说有这么大的露白这样子。然后只做这边的话呢，就是会更便宜一点点。然后的话，您的发旋的话呢，也会有一个空一点点的状态。如果您选我们这个第4项的话呢，我们是可以把你的发旋一起做了的。然后这个的话呢，就是没有包含到發旋的部位，就可以您自己來選擇。最後我揀咗第4項，要做就做全套。開始之前會先拍一個 before。老師話紋髮之前一定要洗頭。第一次做會先上色，出嚟嘅效果唔會好明顯，就咁瞓喺度大約2個鐘。老師會沿住一行一行喺頭頂上邊紋上一點點嘅顏色，可能老師成日都驚我痛，手法都比較溫柔。唔係我想象中咁痛嘅，都有可能係因為我肥啦，個頭頂都有啲肉嘅，真係唔係勁痛嗰種。每紋完一行都會用紙巾抹返走多餘嘅顏色。不過老師有提醒，紋髮之前一晚如果瞓得唔好嘅話，係會影響到，會好痛。成個過程就係咁，喺個頭上邊吉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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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不過講真嘅，某啲位真係勁痛嘅，例如頭頂啊嗰啲。好，再放大啲俾大家睇下，簡單咁畫咗俾大家睇，分咗左中右3個部分，之後就會沿住喺上邊吉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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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但佢哋成日都好似好驚我痛，已經專登唔太大力。如果係佢哋嘅代表做嘅話，一定痛10倍。哈哈哈，希望佢聽唔明廣東話啦。做完第一次之後，影第一次嘅 after。講真，第一次個效果係完全唔明顯嘅。做完第一次仲做咗個訪問，講咗啲咩可以去拉老師嘅小紅書睇返。赖老师，纹发后需要注意什么呢？其实纹发后的话呢，就是在24小时之后再去洗头，然后就是不要用太热的热水，只要用温水就可以洗了。然后我们也不要去挠，不要去抠我们的头皮，这样会使我们的色乳影响到。而且的话，我们用吹风筒的时候也是不要靠头皮太近，离远一点点吹，不然它那个热会使得我们的头皮晕色。
第一次整完嘅效果可以話係無極，期待第二次再嚟。呢一間嘅泰菜又真係幾好味，好耐冇見嘅酥皮，裏面係咖喱牛腩、豬頸肉同米紙卷都唔錯。佢上牛扒之前係完全唔知佢玩火，呢塊牛扒餐69人仔，真係冇抱過啲咩期望，點知一咬落去個肉質嫩到爆啊！呢個價錢食到好味嘅肉，仲包過椰飲同埋芝麻海草，真係抵到爆啊！但係佢個意粉嘅牛肉就麻麻地啦，雞翼就10蚊2隻，大家見到都可以食下。準備好去做第二次嘅療程，做完第一次之後，頭皮冇特別嘅唔舒服，淨係做完嗰下冇得洗頭，個頭有啲痕，真係冇咩特別，條罅都仲係好明顯嘅。好，出發！第二次嘅步驟同第一次嘅都係一樣，所以就冇特別影啦。想話做第二次之前嗰晚冇瞓過咁滯，老師冇呃我。真係痛到冇朋友啊！我嘅表情全程都係揦埋一嚿，所以瞓得好真係好緊要嘅。仲有，如果女仔嚟 M 嘅話，都會特別痛㗎。所以如果大家要去紋髮嘅話，最好就避開呢兩樣嘢啦。直接睇下效果啦。第二次上色好似條罅係幼咗啲嘅，你哋覺得呢？就咁睇好似係濃密咗咁嘅。嚟到廣州，我竟然揀食素，自己都覺得搞笑。呢間素食自助餐喺負1樓，108蚊人仔一位，估唔到入邊堅係勁多嘢食噶，一大堆甜品。餅乾、糕點、壽司、涼拌嘅菜、西式、中式，樣樣都有。連飲茶會食到嘅點心都有，分子料理、炒粉麵飯、即煮嘅雜菜粉麵、粟米番薯，仲有飯、涼拌菜。呢個酵素最搶手，飲咗一杯，隻味好似飲緊酒咁。佢哋啲食物都幾精緻，素食自助餐嚟講呢，款式真係超多，而且空間好大，可以帶一大班屋企嘅老佬過嚟，有茶煲可以自己沖茶飲添㗎。佢哋唔定時都會出新品。裏面係忌廉湯，仲有燉湯，108蚊人仔食到飽，絕對係一個唔錯嘅選擇。入去食嘢之前落緊暴雨，所以都未行喺呢個寺廟。佢呢個建築真係幾靚㗎喎。呢個地方叫做大佛古寺，裏面有唔同嘅神像俾大家供奉。個人覺得呢度真係一個幾值得嚟嘅景點。夜晚亮燈會更加有 feel 啊！現場勁多人等緊佢亮燈，影出嚟都幾靚，只係人有啲多。廣州動物園
側邊勁多 locker 可以放行李喺度。今次嚟主要係想睇呢隻平陰嘅獅子，行咗2步已經開始爆汗。夏天真係不宜戶外活動，入場費20蚊人仔一位，冇嘢做嚟行下都幾抵玩。不過呢個動物園真係好細，2個鐘頭就行晒啦。餵長頸鹿都係20蚊人仔2位。呵呵，佢伸條脷出嚟咁 Q 嘅，唔係得佢好熱啊，人類都表示好熱啊。我終於揾到你啦，但係竟然瞓着咗，好想睇佢個頭啊！哦，啱啱瞓醒，一臉懵，但係主角仲未瞓醒。接近中午時分，更加熱啊，頂唔順要走咯。出發去做第3次文化賞識。最近愛上咗富迪嘅橙絲咖啡，熟悉嘅環境，短期內最後一次過嚟咯。因為我有染髮，唔係全部都係黑髮。老師專登用咗唔係最深嘅黑色去紋。當然，你都可以要求老師要最深嘅黑色啦。可能你會問，點解要用黑色紋呢？因為我哋本身個頭，無論係染咩顏色，最後都會生返出黑色嘅頭髮。所以一般都係會紋黑色嘅。拍攝最後一次嘅 after， 好，我哋睇下第一次到第3次之後嘅分別。冇對比冇傷害。我之前個頭頂真係禿到爆嘅，效果真係自然，唔會好假。老師話下次最快再嚟係6個月後，要等頭皮新陳代謝嘅情況，再決定使唔使再上色。呢幾次真係辛苦晒啦，老師同埋同事們，大家又覺得個效果點樣呢？如果大家想知道更多關於紋髮嘅資訊，可以留言話我知。多謝大家收睇有啲核突嘅影片。
一齊見證我由禿頭變返做正常。如果鍾意嗰條片嘅話，記住撳 like、share、subscribe，撳埋鐘仔，有新片就即刻知啦。我哋下條片再見啦，拜拜。